昭氏最為年長，就安排他先为大王侍寝吧。依亲疏，应該是芈月，你怎麼不提她？王後，您不是早就答應過芈月，絕不安排她服侍大王嗎？我知道你心裡在顧慮什麼。算了，就依你吧。大王到！臣妾見過大王。不是說過了嗎？如今你懷有身孕，以後就免禮吧。謝大王。大王，今日女医治告訴臣妾，憑脈象，臣妾懷的可能是男胎。男兒好，寡人期盼的就是你給大秦生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他在動了。看樣子，王兒也想知道父王是不是喜歡他。寡人的嫡子怎能不喜歡？大王，臣妾今日特意讓廚子烹製了楚國風味的雉魚湯，也不知是否合大王胃口。好，上菜吧。是。大王，请用。你是孟昭氏吧？大王好眼力，臣妾孟昭氏。味道不错。王後，大王，臣妾失禮了。王后懷着寡人的子嗣，王后辛苦了。此刻好了些嗎？大王，只怕臣妾眼下不適宜侍奉大王用膳了，請大王恕臣妾告退。再準備一些酒菜，就讓孟昭氏服侍大王用膳吧。不必了。大王，寡人還有政務要處理，王後好好歇息。是。1個時辰後，寡人會派輦轎來接孟昭氏。是。王后不必多禮。恭送大王。大王，坐。听說張儀出使楚國回來了。是，此刻他正在殿外候着。這家伙，哼，在楚國是遍地仇人。我以為弄不好他會把腦袋丟在那兒。看來他是個運氣不錯的家伙。快宣張儀進殿。是。如今張儀是秦國使臣，昭陽雖然與張儀有舊怨，
但有晋上在中間斡旋，大约也不能将他如何。大王，张仪出使归来，拜见大王。长子免礼。楚离子，长子坐。我站着吧。看长子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定是大有斩获。大王说的没錯，楚王待微臣奉若上宾，美女酒肉伺候。张儀就趁機勸他與齊國斷交，與我秦國結盟。那楚王可答應？微臣向楚王力陳與秦國結盟種種之好處，說的他是口服心服。他為了取信於秦，與齊國徹底斷交，已經派勇士專門去辱罵齊軍。可是楚王貪得無厭，這回怎麼會如此痛快呢？微臣說，大秦會獻600里於楚國。什麼600里？自然是土地600里。哪裡的土地600里？張儀讓楚王相信是大秦的商於之地600里。長子出使之前有言在先，怎可沒有大王允准，私自將600里秦地贈與楚國呢？大秦別的土地，在下無權處置，而這600里，張儀還是有權私自授受的。大膽張儀！幾位秦國使臣一舉一動都該秉承寡人之意，你竟然信口開河、胡言亂語，無端將我大秦國土當私家財物隨意贈與。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。那楚王是個見利忘義之徒，張儀若不讓他看到些許好處，他怎肯與齊國斷交，與我秦國結盟呢？好大的口氣！600里肥沃土地，是我大秦數代國軍、幾十萬將士用性命換回來的，在你長子眼中，竟然只是些許好處。來人，把這個妄自尊大、矢口暢言的狂徒拿下，割去他的舌頭！张子，木心，芈月，这是怎么了？這個家伙在宣示殿得罪了大王，大王要割他舌頭。张子，你不是出使楚國了嗎？怎麼剛剛回？天將大任於斯人，必先勞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餓其體膚，割其舌頭。哈哈哈哈！我張儀為秦國立下了不世之功，可惜世人